讲到咱人若是无爽快，都要去医生看，千万唔通亲像阿婆穿来衫买扑假扑，家己假熬，伫咧网络查白照。最近瑞典有一个耳鼻喉科医生，传伊家己表演的影片，用唱的念歌的方式，讲真侪人一个无爽快，都敢若扫念念伫咧网络查，怀疑讲家己敢会是低着气落。这段 MV 嘛引起了一寡医疗人员拢认为有影，嘛有真侪人真是爱找 Google 家己做医生，有时阵佫会怀疑医生的诊断可能颠答。 挂着目镜，端着耳带，伊是瑞典一名医生，同时嘛是音乐家。If you Google cough and diagnosis, you have got tuberculosis. 歌词内底讲到，明明只是小症状，却互联想到超级重病。趣味的讲法，互真侪台湾医疗人员拢真有感觉，因为真正是拄过伤侪破病，就先 Google， 然后疑神疑鬼的病人。Google 他自己的病灶，然后甚至比较担心的是说，他已经有自己的想法。 他该做什么检查？说一来就要做电脑断层，可能做个超音波啊，看看肝脏就好。可是他坚持要，所以造成所谓医疗纠纷。以大直肠外科来讲，上接拄到的民众，明明是小病，却坚持要做电脑的检查，或者是认为出血就是痔疮。强调家己有伫咧网络顶查过，爱医生来斗3工开药膏就好，嘛有人规工上网络查病来惊家己。 亲像小可贫血，就感觉家己有白血病，或者是倒手痛，都是心脏有问题。这其实嘛是一种病。这样子虑病症的人，他常常都会有一些精神科的共病，像公民刚提到的焦虑症啊、恐慌症啊、忧郁症，可能一个医师的解释他不满意，就会再看下一个医师。已经看过医生做完检查，却同款感觉家己有问题，只要超过半年的时间，就有可能是入病症。医生强调，上好还是相信专业，莫随便家己惊家己。 The autopsy report was very clear. Death from hypochondric fear. 记者综合报道。